迄样，应该久迄个。无啦，无要紧啦，也无事啦，魂都天天啦。哦，无看爱做，我看转移吃困好啦。你啊，针对个事情吼，我要显然天多处做得。张总，爱做得个啊。无人讲你做唔得，你很嚣张，做事情要认真，唔是小讲钱都好个什么呀？张总，你讲到哪一点咯？俺这魂都天天啦。俺忙是昨年张总算俺总不卡，俺平常时无嘛该食酒个，结果一食就最多无干无散，连请假不假就做唔去了。小过事情，小过事情。那摆俺老阿姨，迄叫我去酒个时间啦，唔要请我落去啊，了了啊吼，练练的酒，吼，男人呢？好，好。喂，有嘢都未批喎。哦，来了。喂，哪位啊？我买枫叶。枫叶。哎。好，安子生。好，多远点。天宝，嚣张人啊，重感情也是好事啊。但是，迄讲想唔开，大尖角度，该就跳，对方跳，四周围人也跳。七家还较疼，看到人俺从事了个感情，是来相当的，死得该补养。我来讲。我哋其中应该按定义上嘅摸一步来。这是也买票了，全票奖了哈。亮总。买票。
睡得起来。好啦，先去看啊，来带他出来。对，挺好吃的。也靠车中的讲哦，在懂讲哦，重声哦，然后懂到什么？这个都还是任何多几块哦，别人怎么给你这种？别吵了做嘛？有冇老公？因为安咋来做菜公司哦？哦，你还有心情就讲有生活啊？这技术，这技术，你用会放弃啊？唔太喏。今日无水同住，俺不头有顺呀。唉，铁路桥人很辛苦呐，搞这么人打嘴久的，那不用桥的，那简单一转啊。你，啊，父母不骗得的嘛？你要一看见嘛？哼，你种拽滴滴啊，讲嘛好兄弟好朋友啊！来看条良心哦，做这么叫人是第一了。啦，啊找下店，推俺们阿房，出老几讲，还要好好照顾阿娘的，希咪放心。好啦。娘的，唔甘喜迄无？阿老强安一批。今日唔好啦，记到伊天唔要分面几皮的。但是阿咪皮要较生意着的，尤其迄伢太瘦，夹左哦，咱个多马用的。莫安样讲太少。好啦。见行见呀。淑梅，唔是迄来送妹啦，挨无了福气，伊拳太细哦，血开啊，全部都唔通发啦。伊咧啊，我伊家骗人，是苦；伊咧哦，死硬好，不骗个也唔去看先生啦。挨哦，前生人欠唔伫着个啦，你也死人啦，怎本你就受你人多啦？安二哥，无去看先生哦。系啊，明明都发烧咧，还强强去上班。简白总来讲，孙三要去诊所看病，根本啊，一摆都无去看。为了做阿妹啊，欠也欠唔会通啦，连赞总啊也欠唔行啊。硬学生啊，佮伊死啊，卖人做垃圾无法，做个农药去七家，农药骗人啊。做迄呢，世俗啊，脾气会硬到油个村啦，慢天日就唔会通。唉，今年啊，迄某去啉嘛个喜酒啊，根本年啊，慢慢拔平的啦，还没赢恁。迄妹，唔通教假你啦，迄件莫去咧，
所以其心肝拄艰苦。结果呢，其实讲帮客无义气，新娘啊，让你万难做人。连了，其实讨厌上好的。结果呢，说到水水，分到愈顺。好在哦，咱总下班啊，看到你扶转来，你对我出顾七家，无顾骗你。阿叔妹，我爱去看佢做得无？我求伊啊！好啦，我陪伊看轻房。阿爸，阿叔，安子说哦，紧用做电哦，佢半夜喊咱洋葱用个散哦。无要紧啦，治病为治己，心病是要心药医啊。feel 係嘛？安尼个，你喊来是酒，安子说哦。唔過得好冇？加過去有習慣了嗎？我講用對我真好，那樣就好。你無吹無卡，還是有條唔慣啦。對吧？如果你很晚放起來上班嘅，那一般也冇遲到，你下輪一班不但常常放唔起來，還因為了小朋嘅搶架。我唔去關心上。安尼個，娘娘。我勾引唔去啊！不則小朋嘅天天，不卡地都按倒你，你嘛該好笑嘅。你媽家此病都心肝肚，只有我知。那種會好嘅。阿叔，叔妹。請小麗你，特別係淑梅，你去看先生做得冇？人家話，我從來就唔講唔好嘅。我知啊。你去家醫生轉來啊？冇啦，今日真係做咗嘅。太過太瘦有為難你冇？冇啦。呢個你要保重啊！記得去看先生，做得冇？好啦。
唔好分去，你我要电电叫的，你送你吹。你哥唔知啊，你还发烧呢。无要紧啊，那你落去看一看，伊就唔是烧的啊。你哥，你爱心肝肚，你永久，迄个最好你哥。落去啦，拿了转嘞。感冒啊，带你炖姜汤啊，带你炖姜汤啦哈，带啦。啊，三落去了，啊，跳太医。啊，饭都做了。哦，跳太医。哎，好。也气管肺炎的了，用暗晚上来看医生。爱注射啊，好。哎，好。带注射哎好嘞，好。哎，做啥了？听到没？就卡树哈。起轻不？还蛮透啊。托衫含迄个。特夫。会做师傅咯。做得煮手嘛。你的天发有下吗？哈？有。重点同啦。好嘞，等一下啊。孩子，搁树香。哎。呀，在行啊！哎呦，唔是行啊，你看去，遐个呀，做啥就冇叫啊？干嘛？来，你来啦！冇要紧啊，无。你安尼哦，后摆吼，会加到一个要叫一个老公哦。
好啦，来啊！哎，见人看，睇下我就唔叫啦，come on，看，佢都在笑呢。给我的感觉永远是那么美好。每当我很爱他。下一口没？用我下班了。爱书，若是希望那本铺的茶单做得双双对对的。原来，逐摆人用错货查出人来偷茶单，做味道亚本哦。原来做出爱都爱啊！我也叫唔叫个很辛苦。用我呢？戆久啊，唔使做阿爸喊滴哦。有样无样。哪钱啊哒，这个做阿爸喊滴哦。阿牛哎，我做阿爸喊我。两位可是谁敢动电话？阿牛，我所以去救电话。总得拿去重的东西，你我。我错吧。宋伟彤，随便。他做对位。尤姐，哪里有？哎，歹势，也无诶。你要做嘛？你要看天阳系么？就看哟，让我一个买票喏。你上爱按好。因为，用的喏，那电话唔爽快喏。哟，太平哟，今日做安酱啊？唔是按那么好，请个营养太太的，唔会做。
和兔兔将伊笑着唔死来嘞呐。在懂我用啊？笑嘛该喏，不是笑啦。我用开唔笑，呀，我都是有聲音咧，我用冇頭嘅，聲音出事以後，我嘅收入都有錢啊。用卡散啊！是这样啦，那我上班吧。有谁做就本来做嘛？那看按师傅，也看按谁唔敢有适合。俺妈是做的啦。也看按谁一哭哦。哎弟啊，不俺吃看了好吗？来考虑看啦。拜托啊，不俺吃看了，俺听做的。阿蒙听过来吃看啦，来吃做看啦。俺是谁？3點去台北，過茶來咯。中妹，去台北啦？係啊。今日來哈。係啊係啊。哦。俺是谁？放我，你个小马街啦，莫啦！哎呀，莫认真你个小马街，人生啦就要爱用劲啦。阿母，阿母啊，爱讲不耳谈啦，人生就要爱用劲啦。家本配啥嘞，就要配啥嘞啦，配啥个就配人家啦。免人家是上也无用啦，等着上要上死去哦，搁遐唔系啊？无就爱用劲啦，后来咱做媒人啦，咱建设一只当好的社会啦，好无？唔是啦。乜个唔是啦？哎呦，男胎同婚，女胎同嫁，你想想的事情啊！我老唔讲，俺是关心你，俺才能做媒人。迄无哦，钱啊贴偏高，俺还无来做媒人。再讲，俺建设社会一天动啥物啦？也唔是啦。咩？哎，来一件看。喂。
这没几张好的啊，我诶。皮皮说，请吃茶啦。哦，按子说啦。金宝忙做来害。可能有你药厂的啦。人家啊，一年24小时，我讲下轻磅啊，一年啦48小时就能用啦。做客妹，没多插头啊，就问到药厂啦。按摩汉啊，还可能没苦死，也要甜死。哎呀，按转情啊，只有苦到佢一家啦。叫到西门有嘛个好的啊？米粉啊，其实啦，后生人的感情啊，稍微爱容易啦。啊，近比爱到啊，就当欢喜；迄分数的啊，就当艰苦。啊，讲无几容易啦，吃完以后唔记得去啊。啊，金房从细个看伊多歹，啊，佢对感情啊，表到清楚，也无法度的事情。啊，毋过好在吼，啊，后生人恢复的能力啦，真好。关键了毋记得哦，杀来伊介绍一个好的对象哦，伊念书就会毋记得去不过我轻磅向转钱的。个转钱有咩歹紧哦？哎呦，本来个后生人的婚姻态势啊，本来就会也会做主的呀，时间到了就会结婚呐，啊。不过轻磅最近心情唔好呢。哎呦！就会因为心情唔好，莫本去上岸头，杀来介绍一个好的对象啊！我老公讲哦，我咧做媒啦，是毋要拍做的哩嘛。韩国啊，人介绍的对象，该是毋要讲女方养的阿叫啊，那阿三不如的哩嘛。唔像啊，在亲友啦、米粉当初啊，有要来做媒呢？你看，也结而结幸福的，系咪？给对方啥样的？人品样的喏。爱做事情哦，人是第一啦。啊！俺无嘛爱危险啊，不过条家讲，老掠拢久，先撇会去啦。你掠忝贵咧，你无爱种地树。掠就输赢啊，你就收下来嘛。你讲无对我安好。对你好是应该啊，你就收下来嘛，你就收。你有安那吗？加班啊！有冇开火？一路凍水摕嚟我臭斷啊！泉水啦，唔是定啊，愛謝謝。
忙衰喏。你健口样喏？冇用的啊。根本日班查物件唔多冲到的啦。你这条路唔系直接损失，你用还要做安全的事。根本日工人唔拉咩，挨做下伊天数啊。也知道，我求到你头顶嘞。你讲也麻烦哦。会记得，条帮你时常讲，要去台北发展。每年生日，去到那个小地方，那下应结婚嘞，唔等到离唔开嘞。用我安尼讲咯，做得同人做朋友，应该详细眼望。我知道也没以后咩，调工样，对我没以后，还讲我安心嘛，以后有机会要跟我样做生意。真嘅？真嘅呢。今年还有听心哦。莫讲我无天心。哇，较早衰。是，春华，来，春华，这3年。来，这，来吧，来，是我。我生意啊，两位，哦，爷。唔对，还好嘛。以后啊，安样会没以后啊？你们是误会啦，我冇别个意思，唔对。我顶上门嘛该啊，上门，我向看皮做工的人，因为去家做下做工的嘛。这份条路也真好啦，脚踏实地嘅赚钱，我感觉真好。我们唔想做工，但是安样的也态度是的，莫给他赚钱做唔得。嘿，你也来过铁路局看嘛？这份条路也算稳定，薪水也以好，你比我聪明，一定考会到的。我梦想这种特殊的路啦。我想要做生意，做生意这样做存太钱。
做生意会有本钱的。爱弟啊，要是你有需要，你就让他供应商，买点位还有一系列钱，你做得帮你添水。阿芳，我老友会讲阿姐做过。天芳，天芳，天芳，天房出来啦！冇咧，俺有请到佢冇？油葱叉头，盲挨住前高的，我做到那戏喏，出差。啊，正月还无收啦，还错比哦，老爷约了好些的时装，佢冇拿去装啦。呀啥哦，都得我做我那戏喏。边哦，有人出来吗？那个，那个是茶。你干嘛来？我通见面讲态度是啊。也还补品啊，你有限嘅时间就会补一下。今日下按摩限，应该係冇時間片，唔是搞嘅生意哦。有位老佢講啦，會注意伊自家嘅身體。其實我今日是有看到佢嘅。啲奶？冇乜解啦。就講了幾句聽聽啦。那個，你唔是想我生發啦？係啊，係啊。好嘞。那個，用啊？你的票好嗎？都好嘞。阿叔妹，你票好冇？都好啦。等到喺你俩找態度時咧。將要好好照顧自家嘅身體，對冇？還有，你條兩衫都會保重啊。我冇推佢講法嘅呀，佢係關心嘅呢度。我會聽你戲。做唔得啦，台北這片，我阿媽都冇決定，又冇辦法做官啦。